Hello，大家好，歡迎翻到嚟呢一個那些在搞事的電影們。今日呢，我哋就係要穿翻去1963年，咁睇下當年呢荷里活歷史上最燒錢、最轟動嘅製作《埃及艷後》。呢一套咧由傳奇女星 Elizabeth Taylor 咧所主演嘅電影咧，當年差啲令到20世紀霍士公司破產。但係電影入面講嘅歷史，究竟有幾多係真嘅呢？又有幾多係戲劇加工出嚟嘅呢？喺電影入邊 Elizabeth Taylor 所飾演嘅克利奧帕特拉七世，咁咧佢咧係一位美貌與智慧並重嘅女王嚟嘅。佢周旋喺兩位羅馬最有權勢嘅男人之間。咁首先係凱撒，咁就憑佢嘅魅力同埋機智咧，係得到對方嘅支持，奪回皇位嘅。咁當凱撒被刺殺之後咧，佢又同安東尼咧就展開咗一段結合愛情同埋政治利益嘅聯盟。電影呈現嘅佢係一位為咗保護國家而犧牲情感嘅悲劇女王，但係現實中嘅佢遠比情場致命女係更加複雜，亦都更加聰明嘅。套戲唔係亂作，但一定加咗料。好多觀眾咧就以為埃及艷後係荷里活幻想出嚟嘅浪漫傳說，但其實唔係㗎。戲中嘅大部分情節其實都係有歷史根據，只不過咧就係被導演調味過，就變成更加戲劇化嘅版本。歷史上嘅埃及艷後咧，佢就唔係靠佢嘅美色上位，而係靠佢嘅頭腦。佢至少咧就精通咗7種語言，包括咗希臘語、拉丁語同埋埃及語，咁咧係托勒密王朝第一個肯學埃及語嘅統治者嚟嘅。古羅馬史學家卡西烏斯迪奧咧，咁佢就記錄咗佢嘅聲音係極具說服力，係令人無法抗拒嘅。咁至於佢電影入邊咧就匿埋喺張地氈嗰度出現喺凱撒面前咧，都係有史料去支持㗎。咁史學家佩魯塔克咧就寫佢咧其實係用個床褥袋咧，咁啊可能類似係一啲行李袋咁嘅物體咧，咁啊去藏身啦。咁導演咧為咗個畫面係震撼啲咧，咁就改咗一張好華麗嘅地氈咧，咁就啪咁樣，然之後咧就出現喺凱撒面前。咁可見咧就呢一個荷里活咧改編自真事咧係有幾自由嘅。咁電影入面講咧埃及艷後係為咗凱撒生咗個仔凱撒里安咧，呢個都係一件真事嚟嘅。咁雖則凱撒咧佢係冇承認過佢係作為一個妻子，但係俾佢母子住喺自己羅馬嘅別墅入邊咧，仲喺維納斯神廟嗰度咧就擺咗金像，就象徵咧佢嘅地位係非凡嘅。對於埃及艷後嚟講，呢一段關係咧就唔淨止愛情，有更加多嘅咧其實係一個政治策略嚟嘅。咁佢透過凱撒嘅保護，確保埃及係可以喺名義上咧係保持獨立，唔會咧被羅馬去吞併嘅。咁安東尼登場咗之後咧，咁埃及艷後佢就再次用智慧去掌握咗呢一個主導權。佢哋嘅真相係組織咗叫一個無盡歡樂嘅俱樂部，咁就日日開 party 啊，開飲宴啊，賭博啊，咁就奢華到極點嘅。咁安東尼咧都為咗佢咧拋棄咗屋大維個妹奧克塔維亞，直接俾咗屋大維一個宣戰嘅藉口啦。咁佢哋之間咧其實係有激情，亦都係有政治嘅默契嘅。一個咧就需要羅馬嘅軍力，另一個咧就需要埃及嘅財富。咁只不過當權力遊戲咧係玩到最後嘅時候，愛情同利益都一齊崩潰。電影嘅高潮，阿克興國海戰，呢個好難讀。咁埃及艷後咧佢就見到情勢唔對路啦，咁就突然撤退。安東尼咧佢都係跟住離開，結果咧就全軍潰敗。歷史上咧其實都係有類似嘅情節㗎，咁但係原因咧至今成謎。普魯塔克咧就記載咗佢嘅旗艦咧係中途撤離。咁有學者咧認為咧呢一個係一個預先設計嘅戰術撤退，但被誤判為逃跑。亦都有人認為咧安東尼咧佢係戀愛腦上身啦，咁就見女王咧就走咗咧，佢就慌忙去跟住佢咁樣。咁但係點都好啦。呢一場戰役咧就係佢哋命運嘅分水嶺，從此咧就輸到冇得再翻身。電影嘅最後一幕，埃及艷後用聖蛇去咬死咗佢自己，咁咧呢一個咧係全片入邊其中一幕好經典嘅畫面嚟嘅。咁呢一個版本咧其實係源自於普魯塔克嘅記載，咁但係咧現代嘅史學家咧就懷疑呢一個真實性嘅。咁我哋想像下啦嚇，咁就用一條蛇咧就同時咧去咬死3個女人，即係埃及艷後同佢2個侍女啦。咁其實咧係難度極高㗎，咁亦都咧係難以偷偷地咧去帶條蛇入宮。咁就有理論認為咧，其實佢係可能係用咗一個浸咗毒嘅髮簪去吉
死佢自己嘅。咁但係咧，毒蛇女王咧呢一個象徵咧就太過強烈啦。荷里活又點會去放棄呢一個咁戲劇化嘅畫面呢？有人話埃及艷后其實係美化咗呢一個妖后，咁但係咧我諗導演其實係想幫佢去平反㗎，因為我哋今日睇到嘅妖婦形象本身就係由勝利者屋大維，亦即係後嚟嘅奧古斯都皇帝佢去塑造出嚟嘅。羅馬嘅史書就將克利奧帕特拉就寫成一個用邪術勾引羅馬英雄嘅東方毒婦，但係換個角度去睇，佢兩次同羅馬嘅將領聯手，其實都係為咗維護埃及嘅主權。咁佢同安東尼嘅愛情係兩個被羅馬政治逼到入牆角嘅人嘅互相依偎。咁電影最後佢選擇自盡，唔係俾佢自己成為喺羅馬勝利遊行中嘅囚徒。呢一個選擇既係一個悲劇，亦都係一個政治家最後嘅一絲尊嚴。喺埃及艷后係照見咗歷史點樣將一位語言天才、政治高手埃及最後嘅法老咁簡化成係靠美式亡國嘅一個符號。下次我哋去睇呢一啲史詩大片嘅時候，唔好淨係問佢靚唔靚啊，佢最愛係邊個啊，佢點死啊，呢一啲咁樣嘅問題。咁我哋可以試下問，如果歷史係由佢嘅敵人寫成，我哋今日信嘅版本又有幾多成係真嘅呢？叮咚，以下呢一個唔係業配，係純粹一個介紹。由嚟緊嘅11月20號去到出年嘅8月31號，會有為期9個半月嘅展覽——古埃及文明大展埃及博物館珍藏，將會有250件古埃及嘅文物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去展出。咁我都打算去睇下。如果大家對於套戲，又或者你已經睇咗展覽，有啲咩睇法嘅話，留言話俾我哋知。多謝大家收睇那些再搞笑的電影們。如果想我哋講其他戲入邊嘅歷史秘聞，記得撳 like、訂閱、撳埋個鈴鐺。我哋下集見，拜拜。